再来看总统赖清德昨宣布讲，要成立主权基金要来打造国家级的投资平台。今仔财政部长曾翠云就表示讲，主权基金就爱斟酌来规划，嘛爱有专法来设计投资的规模。到底是对一个部会要来负责？行政院会个讨论。总统赖清德就职满周年第一遍对外表示，台湾要成立主权基金。根据了解，全世界包括中国、新加坡甲香港拢有主权基金。地主央行建议会当参考新加坡甲韩国的主权基金创设的经验，结果订定专法来营运管理。不过，台湾的主权基金资金对倒来，还有组织单位是啥人，也受大家的注意。当主管单位，你就一肩挑起来了，责无旁贷。我想在性质上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啊。财政部当然对于裁员的筹措是责无旁贷，那对于未来管理这个基金是由哪一个部会来管理是另外一件事的话，我想行政院会详细的一个规划跟讨论。有关主权基金的资金来源是不是当用央行的外汇存底？央行表示，若要用一定要有材料型。因为财政部长曾翠云讲，台湾的调查是财政部的责任。对于主权基金应该典型的规划，设立专法来规范相关的投资规范。另外，伫专职经理人的操作，也有管理机制，拢要透过专法来定。你有觉得这个政府在这几年之间，大概就是3、4年之间，这个政策有变化吗？现在政策上如果要成立的话，那接下来就是如同委员说，要审慎的规划，而且要定专法。在专法里面，必须对于大家所疑虑的部分，要能够去谨慎的规划定，让大家觉得说这样的是一个可做的。虽然主权基金是为了要创造国家的财富，不过因为国内目前也无相关的法规会当应用。以后也是要制定专法来规范处理。即马国内产业拢伫咧正注意讲，若是成立主权基金，敢会当协助咱国的产业布局全世界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